歡迎大家嚟到小窮仔頻道。今日係2025年12月27日星期六。以下由我小窮仔個朋友仔小窮美同大家睇下呢則新聞啦。呢綱新聞資料來自12月27日明報新聞。我哋睇下個標題先。標題係167萬人嚟港過聖誕咯，年升21%，經深圳灣高鐵北上大增內地客入境，2年減30%。今個聖誕年週末長假期有不少港人出境。據入境處數字，截至昨晚9時，連同政府估算的陸路出境高峰日25日及前後一日，本月24至26日出境的港人共167.5萬人次，較去年同前年同期138萬人次及131萬人次，分別增21%及28%。其中經深圳灣、文錦渡及高鐵西九龍站出境港人人次增幅最大。同期內地訪客人次比前年減少近30%，其他訪客則上升約20%。截至昨晚9時，昨日整體出境及入境分別有52.6萬及46.4萬人次，出境較入境多6.2萬人次。當中昨單日港人出境人次約42萬，而24日同25日分別有59萬人次及66萬人次。出境口岸方面，今年高峰日同前後一日期間，最多人使用口岸依次係羅湖、落馬洲支線、深圳灣、港珠澳大橋、機場同埋高鐵西九龍站等。同去年同期比較，出境人次按年增幅最多的分別是深圳灣及高鐵西九龍站，增49%及34.6%。反之，機場出境人次按年只增12%，顯示愈來愈多港人選擇經高鐵出遊。至於入境客消費情況，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在同一節目表示，即使由上周六起整體多了過夜客訪港，但整體消費力下降，平安夜及聖誕節生意跌逾1成。他說，內地旅客去年人均消費已較新冠疫情前減約15%，今年再跌，人均消費減2成。料源於內地經濟尚未復甦，而港人近月消費趨向謹慎。被問到聖誕燈飾活動有否帶動生意，黃家和稱活動確有帶動人流，對尖沙咀一帶餐廳有幫助，但其他地區較冷清。他預料元旦生意比去年遜色，稱因煙花取消令維港兩岸一帶餐廳被退訂，生意將受影響。大家對以上新聞撮要有咩睇法呢？歡迎留言俾我，記得訂閱小窮仔頻道，下次見。